大家好，欢迎来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无我你无带》这首歌呢是张秀清小姐原唱的歌曲真好听作词是吴范先生，作曲是石国人这首歌呢是咱看左上角一下 slow slow 都是一个4拍子的歌曲啦，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那速度呢是1分钟有62拍比我们心跳慢拍还要慢至于也音域呢，低音到嗦，高音到哆，我们来数一下，嗦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总共有11度的歌曲呢，还好啦没问题，大家一般都可以唱的来，咱跳过前奏我们直接来看这里高等第1拍呢是在这一个小节的第4拍第4拍呢是弱起拍子，对不对我们介绍过，跟国歌一样，从第4拍开始，通常这一个音呢，这个拍呢，请要轻那我们可以用重拍，或者是用力的拍子在哪里？在第1拍第4拍我们说过，第4拍它的是强弱。中强弱第1拍是强，所以如果你要用力你要出力请你在第1拍的时候再出来，来，咱来看，嗦拉嗦哆瑞咪瑞咪瑞哆拉2，嗦拉嗦哆瑞咪2，瑞咪瑞哆拉2。高灯外的钟声，声声提醒我。搁一摆，高灯外的钟声，声声提醒我。来，这个所在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咱看到这个符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做反复记号的起点起点老师不过坐车同款有起点安尼有终点有终点吗？有喏终点在哪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在最后面，咱按头一直唱唱过来，你看到这的时阵，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要个等你吹头前要这个。刚刚看到那里有教堂2个字，对不对？就要接这个 y 就是有重复的意思啦好，咱小段唱到遐的时阵，接过来给大家介绍，来继续讲。瑞瑞瑞瑞哆啦嗦咪瑞2 3，瑞瑞哆啦嗦咪瑞2 3，过去的爱到这煞2 3，过去的爱到这煞2，换气，过来。嗦拉嗦哆瑞咪，幸福的新娘衫，来，你看，这个节奏跟头前拢同款幸福的新娘衫，搁一摆，幸福的新娘衫，来，拉嗦拉嗦咪2，拉嗦拉嗦咪2。无情无牵挂，无情无牵挂2，瑞嗦咪瑞，瑞咪瑞哆2 3，姻缘线是注定，姻缘线是注定2 3，唱到这呢。主歌就唱完了搁刷落来加爱情加就是副歌就是副歌来，我们来唱咪咪嗦嗦这个咪这两个这个嗦呢这只有1拍，合起来这里只有1拍，可是2头短，中间长针对这种音呢这2个字就会显得很近然后它呢后面又有一个长音的时候，所以又很近。那我们怎么唱呢？咪咪嗦嗦。咪咪嗦嗦，咪咪嗦嗦，爱人人有2个字，爱人爱人
嗦咪咪哆啦，嗦咪，嗦咪咪哆啦，嗦咪。爱人啊，若是想起你的名，哎，这里啦啦哆哆啦啦嗦咪啦嗦，哎，这又触电音，对不对？又是1/4拍，很快啊。啦嗦，哎，哈，啦啦哆哆啦啦嗦咪啦嗦，2、3，来。受苦的人全是我，搁一摆，受苦的人全是我。来，按这爱人啊，若是想起你的名，受苦的人全是我。哎，过来，爱人呐、那是想你心愈痛，哎，比较一下，跟上面完全一样哈。咪咪嗦嗦，嗦咪咪哆啦，嗦咪，来，爱人呐、若是想你心愈痛，心会记爱闭口哦，这嘛是一个吼，嘛是爱闭口哦。爱人啊，若是想你心愈痛，哎，这里跟上面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哈。啦啦啦嗦嗦咪瑞2、3，来，啦啦啦嗦嗦咪瑞2、3。有爱有恨心惊吓，有爱有恨心惊吓。好，过来休息半拍。嗦啦啦嗦哆瑞咪，嗦啦啦嗦哆瑞咪，目屎会流干。目屎会流干。好，过来，嗦咪嗦啦，嗦咪嗦啦，要哭无声，要哭无声。目屎会流干，要哭无声。啦啦哆哆啦嗦啦嗦咪瑞哆2、3、4，啦啦哆哆啦嗦啦嗦咪瑞哆2、3、4。好，唱到这呢，音乐继续行，啊，这个卖插的哈，这里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啥人讲过无我你无错，好，音乐继续走走走走走，走到这里哈，手拉，哎，接着这个手拉头前嘛是高等，对不对啊？对哈、所以音乐呢，我们唱到这里，无我你无错，过来就间奏一直行啊，音乐一直行到这高等来请接第一行。我的情声继续声声提醒我，过去的爱到这煞2、3，幸福的新娘3、2，无情无牵挂，会记得无？这个情吼，会真紧哦，速度真紧。无情无牵挂，啊，姻缘线是注定2、3。好，继续后来副歌啊，继续过来就是副歌。来要甲大家提醒，就是讲，这个速度慢慢啦，吼，才62字尔，对不对？吼，啊，咱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呢，一定要韵韵啊，斟酌甲唱互清楚哦。来，继续，爱人啊，若是想起你的名，受苦的人全是我。哎，这个滑音哦，拉嗦甲滑过去就好啊，唔通伤出力咯吼，唔免伤出力。受
苦的人怎是我？爱人啊，若是想你心愈痛，什会咧痛？心在痛，心愈痛，又爱又分心惊吓。目屎会流干，要哭无声，啥人讲过无我你无带？二三四，一二三，继续爱人啊，若是想起你的名，受苦的人怎是我？爱人啊，若是想你心愈痛，又爱又分心惊吓，目屎会流干，要哭无声，啥人讲过无我你无带？好，唱到这里，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哈。整首歌呢，岳云把它定调在像记叙文一样在讲一个事实过去的爱到这煞了都无要是要安怎，人都要结婚啦好，没有那么多哀怨只有一些甘愿不甘愿目屎会流干。要哭无声，但是已经哭到早就目屎拢流完啦，嘛无声啦但是呢，就是很不甘心。啥人讲过无我你无带所以前面呢我没有很多哭腔可是唱到最后呢我会拖拍啥人讲过无我你无带？拖一下可能会吃到这个我的可能在这里或者这里才出来但是还好，因为再来就是拖长拍嘛我没有那么多哭腔，我觉得不用那么悲哀只是有很多不甘愿人都被带这个龙千玉小姐不如卖熟悉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好，这首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您喜欢我们岳云爱上歌分享的歌曲吗？欢迎你到 YouTube 的频道来给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和你的好朋友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们欢唱的行列。如果你喜欢请也把铃铛打开，就会有通知你哦。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岳云爱唱歌才能够持续的播送放送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今天这首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